这届风台全台湾的农渔业损失嘛真严重，高雄沿海的温仔因为淹水沙白鱼拢流出去，加拉弥德乡的沙白鱼损失就要6000万。有渔民就讲，这届是损失上严重的一届。渔民透早来温仔赶紧把塘水沙白鱼浮起来，这届凯比风台影响，弥德温仔有100外家拢淹水，水淹过温仔的管道，地数鱼仔流出去，乌白树拢人做伙，甚至大鱼搁会食细只鱼仔。伫弥德地区，沙白鱼甲石斑的损失上济，干那沙白鱼的损失就有6000万。渔民怨叹，这届鱼损失上严重的一届，因为鱼仔拢伫水底，损失的金额较大也歹算。我今年也无法度正常运转的时候，所以这个估计也佫无法度出来。但是确定的就是大尾食小尾，这是一定的道理。伊的这边的损失遐也严重，就是讲伊的水机的水抽袂离，伊就倒关掉了，个大河，所以规个怎淹去。弥德的温仔有463公顷，占全市15.9%。除了弥德、嘉鼎、阿莲、乐迪，也拢有渔损的灾情。市长陈其迈29透早甲弥德会勘，伊表示讲，因为沙白鱼的产季伫中秋后，目前渔会协助渔民赶紧收2斤以上的沙白鱼，另外会协助渔民统计损失的金额。今仔日中央会公布这个养殖业的财损的这个标准甲补偿啦咱高雄市政府会要求咱的海洋局甲公所从宽从速。到2上新的统计，除了渔损，高雄农损的金额已经超过1亿5千万。弥德渔会表示讲，目前等待中央公布农渔损灾补偿，协助渔民申请现金救助。后续也甲3台抽水机加大，增加抽水量，以防未来风台天阁有做大水状况发生。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